怎么解？各位观众，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在点台语新闻，我是郭怡中。新闻都开始，先带大家关心在点上新的画面。这是基隆的情人路风景区，风景真迷人，嘛有真侪人爱来遮行踏。最近有人看到大尾的饭市场，详细情形，连续记者王志雄来带咱了解。志雄。好的，主播观众，基隆市情人湖风景区呢，频频传出有眼镜蛇出没。画面上您可以看到一条长约将近2公尺的眼镜蛇，就盘踞在登山步道旁边。看到有人接近，还会发出嘶嘶的警告声响。这昂首备战的姿态呢，把民众给吓坏了。等到眼镜蛇往草丛离去，才结束了这场人蛇相遇的恐惧。不过，情人湖风景区大型眼镜蛇的出没，从几年前就时有所闻。还有民众说，曾经在同样地点被眼镜蛇追逐过。现在随着登山民众暴增，风景区管理处呢，在重要的路口都设有警告标志，要民众特别的小心。以上是目前详细情况。好，多谢志雄，继续嘛是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4天连假，游客来到合欢山耍，结果发生车祸，一架细架轿车违规驶入开车道，冲位对面去，弄到伤仔车，倒边头前板马弄歹去，该在人无安怎。代志发生伫咧国庆日迄一天，第14架线伫咧延丰附近，因为发生车祸变做一条线双并通，警察接到报案了后，赶来到现场来交通管制，一直到暗时才恢复。另外，这件车祸意外发生在早起时7点，台南安吉路发生一架货车弄到奥多巴意外，一架发财啊，当准备要倒弯的时，弄到对面一架机车，结果弄一个真正力，桥倒摆的人倒车倒入涂骹，规个过程嘛拢互行车记录器看见天。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桂阿夫来传来了解。阿夫。好的，主播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一部货车正要左转的时候呢，对向车道的最外侧有机车直冲过来，两车当场擦撞，骑士摔倒在地，翻了2圈。那整个过程呢，都被其他的车辆行车记录器拍了下来。来看当时的冲撞情况。可以看到呢，其实两方都是绿灯。有民众认为，对货车来说是视线死角，并且骑士过路口本来就应该要减速慢行。但也有人反驳，货车虽然没有违规，不过它是转弯车，没有礼让直行车，而机车则是没有注意车前情况，所以双方应该都要有肇责。现场在台南市区的吉安路上，时间是大家赶着上班的早上7点，这里本来就是车多拥挤的路段，容易有意外发生。还是提醒民众，10次车祸9次快，过路口一定要放慢速度，才能够降低意外发生。好，上是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现在交给彭尼主播。多谢阿姑，赶快嘛是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又有外送人员发生车祸无命。意外发生在礼拜日暗时，一个20岁姓的外送人员经过台北市士林区，和后壁一架轿车弄死。驶轿车的人本来骑一声喇叭，刷来大档啊，闪袂离，规台车给挤落。外送人员经过急救，也是救袂倒转来。过了工前，同嘛发生29岁一个外送人员弄到一架货车无血。小连续3天发生2件意外，外送人员车祸不幸无命的严重车祸，嘛引起大家真关心外送人员的安全问题。继续社会事，就要进一步来关心美式外送平台即马长时行，嘛有一寡交通问题，因为有人无守规矩，像讲外送人员常常伫咧行李长好的时间违规停车，有时阵赶时间想要来摕奖金，都要超速，也阁有弄红灯的情形，引起发生车祸。台北市市政府即马正咧规划，按算要来规划这个外送临时停车区。一寡外送人员听到这个消息，拢是举双手赞成。不过警察讲，伫咧市区本来车位就真歹停啊，要搁找停车位实在是真无简单。即马要搁再另外规划空间，搁较无困难。外送员赶咧送外送，结果煞甲人相弄，进前伫桃园嘛有发生送外送的出车祸名无去的代志。外送平台愈来愈死行，造成的交通的问题嘛愈来愈多，互送外送的安全受到大家注意。台北市政府计划要找业者来开会，规划外送临停区。个人赞成，因为这样子，你做被开一张单，就几乎罚单今天都没了。今仔到食饭时间，定拢会当看到外送员违规停车的情形，造成大塞车。台北市政府计划要修法，未来外送较济所在会为机车临停区，另外会甲业者讨论取消限时送到位的制度，避免送外送的为着抢时间提奖金，违规弄红灯搁超速。路段啊比较复杂，那可能有些
地方的地形啊，恐怕是没办法配合，而且他们可能就是会停在他们比较接近的地方，以节省时间，所以可能就比较不容易不会去停放在这个合法的临时停等区。警方讲，专门提供予送外送的停车的临停区执行起来有困难。不过，为10月开始，若是送外送的发生交通的事故，就会特别甲记落来，2-3个月了后，提来做未来分析的资料。外送平台紧各方便，不过法规甲相关的配套嘛要做好，若无恐惊会带来更加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赶紧来关心上新的画面，台北市长郭文德下再来到市议会来做专栏的报告。今嘛市议员高嘉瑜当日来质询，咱做回来关心现场上新的画面。应该分这个。所以就地方建设，尤其是我们内湖人急需的捷运东环段汐止民生线这个部分，市长您是可以跟小英总统一起来合作，一起来支持高嘉瑜来实现捷运汐止民生线跟捷运东环段的推动，这个有没有问题？当然，公务当然是可以合作的。可以嘛哈？那另外汐止民生线，其实我们也在问说，已经喊了10年，从99年开始到现在。那目前市政府是说10月底前要把这个环评的修正送到中央去，已经送到中央了吗？目前我们正在准备，所以还没有送到中央。在月底之前会送。所以市长到底对于汐止民生线现在市府的态度到底如何？我刚才已经在专案报告讲清楚，我觉得重点是基隆河谷交通整合计划。你现在在上面太多计划，到底哪一个才是 priority， 还是要先确定？所以10月底前我们送到环保署之后，有可能会过关吗？环评？这要视环保署审议的情形了。那目前因为我们有在修正嘛，目前市府评估过关的机会大吗？因为委员的意见很多元了哈，我们会尽量来争取。但是就是说，因为在汐止端有基隆轻轨，现在有1点多公里，2个车站有重复，这个部分可能现在要重新检讨，要怎么样去配合。所以过关之后，如果这个能够过关，那请问一下市长，就经费的考量还有各方面的配合，市政府会赶快来推动吗？还是说要等我们捷运东环段才来一起来做？环状线优先，我的态度很清楚了。环状线优先，但是汐止民生线也是要做嘛，对不对？等我有空。等你有空。当然，我明讲啊，环状线优先，我态度很清楚了。那所以说，如果环状线跟汐止民生线2个推动的时程上，会是环状线优先来做。环状线优先。那环状线之前您承诺2020会开工。南北环2020会。您的目标是这样，那汐止民生线，那您预计是什么时候？不知道。遥遥无期吗？是。好，那市长，我们也会努力的来说服你，希望赶快来推动汐止民生线。但是东环段确实对于解决台北市，尤其是内湖交通问题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汐止民生线就汐止通车到台北30多万人的通勤族来讲，也是有迫切的需求。但是如何解决台北市，尤其是内湖？好，另外这方面，咱要继续来关心基隆市国定古迹刚下了炮台。这个月初2，有2个查甫拢入去内底，加比伫咧防空壕的保育类叶片薄，家进入去落地啊。所以当时拄啊好有一个文化资产的守护人员经过，听到对方落地内底有密薄的叫声，赶紧翕相通报，讲安尼唔可能会违法，嘛有可能会害死密薄。乌托摆停伫咧草仔埔，一个查某人手拿着一个物件，互咱放大，搁再来放大。画面内底竟然是一只活跳跳的密婆，共一张相片互检举2摆，因为伊甲另外一个朋友违规徛咧去固定的古迹，基隆市公主寮炮台，搁掠走罕咧看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叶片薄。车辆是不能进入到炮台里面。我听到一个叫声，就是那个蝙蝠声，叽叽叽叽的叫声哦。我一回头一看。哇！一个人抓在手上。基隆港主寮炮台是自日本时代就保留到即卖固定古迹，无经过同意骑车家己弄入去，已经是严重违法。2个查某人竟然搁甲带伫防空壕内底保育类密婆，潜入去落地仔内底。好在迄时阵密婆一直咧哀叫，互巡查的守护员发现，随来逼空。那个是人家进去看的是。离谱的行为，互民众看来拢讲实在是真唔通。目前警方已经针对违规进入来
开发动保所嘛锁定证据来调查，一旦确认属实，上悬会当处5年的徒刑，嘛会当来罚上悬100万的罚金。呼吁游客千万唔通来犯法。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制作动物的情形，又搁传讲海龟互游客伫咧乱，双十国庆连假民众来到小琉球佚佗，来到美林洞的时，看到讲有呛水味的人呛入去海底，乌白手尖望海龟。海巡人员接到报案了后，随来到现场追查，发觉原来是一个德国的查甫。伊讲因为无清楚咱台湾的法律，才会违法。坐伫海沙堡顶悬咧享受日光浴。不过后一秒，海巡人员就随找到这，目标锁定的是这个穿短裤仔的德国少年人，伊涉嫌违法。一个听到讲囡仔触法，这个德国的妈妈紧张甲紧徛起来，伊感觉真焦急，就做伙去协助了解，也若起伫的原因，全是因为这件代志。伫个初10的下晡，因到小琉球的美人洞去呛水，发现到海龟的影子。伫后一秒，伊竟然伸手去甲网，就因为这一个网，煞去互其他游客看到，甲扑上网来检举。海巡人员发现了后，笔迹清查，找到这个德国的查甫人。下午3点5分时，于美人洞沙滩发现烧了海龟之男子。本案烧了海龟之行为已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因含厝内的人来台湾佚佗，无了解台湾的法律，结果煞来触法。不过，甲过去同款，海龟互人骚扰莫大的事件。唔但伸手摸，还阁捌有游客用脚大力甲拉，这拢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经纪第18条的规定，袂使骚扰、虐待、拉捕、毒杀。若是违规，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6万块以上30万块以下的罚金。特别是这个海洋保育是无分国籍的，若是看到伫海底受的这个保育类的，千万都会记你唔通起脚动手。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到，旅社的早顿拢全到遐，互消费者感觉真太高。有民众含厝内人落南去拜祖公啊，伫咧婚礼一间旅社过暝，我到差不多11点半，准备要食早顿，发觉讲芳狗也有3名弟拢全到遐，看起来实在真惊人。互因更较生气的是讲，事当时甲业者反映，业者无会室的，嘛无定做，颠倒嫌因骹手伤过慢、伤晚来，互消费者气性落地，气袂做。哇！早起来准备要食早顿，客仔拍开，煞看到狗遐伫芳狗顶的爬来爬去，看起来实在真惊人。王小姐真正甲厝内的人去婚礼祭祖，住伫一间旅馆内底。过顿工中昼11点半起来了后，准备要食早顿，想袂到早顿煞规个拢是狗遐。互王小姐更加生气的是，因去甲业者反映，对方无甲因回事咧，嘛无讲要订做一份，颠倒是怪因伤晚来食，互因实在无法度接受。那柜台小姐就说啊，你们太晚吃了。然后说所以嘞，他就说那他会跟厨房阿姨反映。然后就这样子，没有下文。王小姐甲影片抛去咧网络，网友拢讲有够咸的，根本就是狗下手。不过嘛，有网友认为有可能是早顿放伤久啊。我们处理不周到好的地方，那个我们觉得很抱歉，那个我们会加强改善。我们有做定期的消毒。蚂蚁的话，它没有办法完全禁绝。业者出面回息咧，嘛讲未来会改进。不过这个早顿规个拢狗遐的画面伫网络顶的传来传去，业者想要改变民众对因的歹印象，可能就要较加油咧啊！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烦恼讲，互人歹印象，这是台北市士林夜市啊，又搁发生消费的争议。摊贩夜倒啊出来吓惊外国游客，一个澳洲的游客一口罩拢总4个人来到士林夜市啊，因为一间这个鱼鱼啊的摊贩位，因想要鱼鱼啊，敢若因为摊贩甲人吊关价，另外也有这个鱼网啊上抓过的这个用得破，双方因为安尼伫咧歹声扫，佮互相比歹看真粗的手势。摊贩内底有一个姓郑临时工，强夜倒啊出来甲人恐。警察接到报案了，赶来到现场处理，甲两边的人拢带转去问话。一个问话了，嘛甲这个临时工依照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依法上班。市场处的人嘛派人来了解，若是调查有影，就不爱搁再做这个摊贩或这个摊贩啊。查甫人甲刀仔举出来，唔若对人客大细声，迄支刀仔搁举起来甲人举。
人客看到赶紧退后，就惊查甫人会压刀甲扑。过偌久，查甫人甲刀收起来，毋过态度也是真长手。一个澳洲的游客，一家4个人5号暗时啊去夜市啊好鱼啊，迄当阵一担好鱼啊的，甲6支1百计消化到5支100。好鱼啊的网啊嘛为补助的换做纸糊的，这个澳洲的游客拢总付200块给对方，因为是纸糊的，一个啊就破去啊，无法度达到换奖品的标准，结果双方就冤起来。澳洲的游客身边真歹看手势出来，结果姓丁的员工就甲30公分长的刀啊夹出来。其实是太冲了一点，那也不行啊。警方挂来姓丁员工讲，因为看到外国人高强大汉，惊会互人拍，才会举刀啊来保护家己。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将郑姓工读生依情裁处。好鱼仔头家讲，迄当阵有出面甲员工主动，尾啊毋拿甲200块退互游客，甲因回失礼，佮送2000布红仔互对方。依照零售市场管理条例，违反公共秩序，处以第1次的书面警告，限期改善。啊，甲介绍押关的部分，头家讲，迄当阵游客选的就是纸糊的网仔，算因10支200块，无甲人骗。如果发现真的是有不同的话，也违反了消保法，我们还是会依照规定呢。处以最终收回摊位。树林夜市啊，之前就捌发生过果子卖甲真贵，甲外国游客骗的代志。今嘛阁有好鱼仔的可能甲介绍野关，佮野刀啊来甲人吓惊，毋若引起社会的纠纷。台湾观光的形象嘛，可能已经拍歹去。记者综合报道。天下什么奇奇怪怪代志都有，青军的查甫人伫咧徛街外口，甲下肚仔内底鞋仔摕出来骗，嘛害附近的住户大家就足紧张。代志发生伫台中市太平区，有人发觉讲，囥伫咧厝外口下肚仔，互人叮当过，敢若是有人想要来偷摕，赶紧调监视器电眼出来看，原来内底鞋仔互人摕出来骗，发觉一个乌日送徛脚踏车，开3骹下肚仔出来，甲鞋仔一骹一骹摕出来骗，规个过程拢互人看见见，毋知讲这到底是啥物？当事者甲画面铺上人面册，提醒大家要注意。某人讲过去捌互这查甫人偷摕鞋仔，甲打人也未抓到。穿底裤的查甫人来到别人家的门口口，雄雄压落来，行到白色轿车边啊，规个过程拢互监视器翕落来。他看很久哎，他看很久哎。他是在看怎样？他看你的车吗？他看到底有没有人？查甫人可能发现厝内无人，就走去别人的门口，拍开边的鞋肚仔，甲鞋仔摕出来骗。3个鞋肚仔内底鞋仔拢互骗过，尾啊走去对面骑脚踏车离开。10号半暝啊，台中太平一个查甫人走去别人的门口口，毋若敲别人的鞋肚仔，佮甲鞋仔摕起来骗，就算无物件拍无去，毋过也是互人感觉真惊吓。算讲拢会来遮顺啊，我嘛捌物件碰见你啦，咱花嘛捌碰见几分呢。民众甲画面铺起人面车社团，真侪人拢感觉这个查甫人实在真悍。佮有住伫附近的网友讲，家己的鞋仔捌互偷摕去，认为查甫人对迄搭位啊可能真熟，叫民众家己爱较细腻的。这附近我们尚无接获这类情资，那我们会加强周遭巡逻。警方主动调查，锁定可疑的人，会赶紧甲人抓起来，查清楚伊是安怎要安尼做，互民众放心。记者综合报道。换者心情上新的消息，要来关心台北市杀 U-Bike 2.0的进步版。过去一个站上少有15支条，即马才5支都会使用太阳能来接电，数量嘛会当调整，会当变较少。按算明年头一季就会当开始。新北市嘛考虑要引进，也毋过交通局讲到，即马2个系统也阁未下。2021年到 U-Bike 合约到期了后，再来研究讲要安怎做才好。另外，上新的政治消息来关心，明年总统大选慢慢愈来愈晚。今日传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礼拜就会开始请假，归台湾行透透。详细情形，连线记者陈怡蓉来查人了解。怡蓉。好，主播观众，大家关注一下，现在距离总统大选呢也只剩下89天的时间了。那现在呢，其实有进入最后的晋升肉搏战，所以呢，蓝绿两阵营的总统参选人呢都在做最后的冲刺。而另外也传出了，其实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是有可能在15号主持市政会议之后呢，16号就会开始请假来启动他的全台倾听之旅。而这个倾听之旅呢，传出我最后一开始的首站呢，就会从鹅銮鼻出发，接着呢就会到东港以及小琉球等等。而至于这个消息一传出之后呢，其实蓝绿的立委呢都有不同看法。那我们先来带您听听看他们怎么说。韩国瑜请假的机会相当高哈，那我觉得他真的如果要请假，不如辞职啦。啊，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老板，那一个员工来上班10个月就请假3个月，你可以接受吗？你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上班10个月请假3个月之外，他还可以赚1亿耶，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啊，所以我觉得韩国瑜真的是要面对自己议会的质询比较重要。为了台湾的这个未来啊，这个韩总统候选人应该赶快的把他对这个国政的整体看法巡回全台，赶快让全部的国民知道。那以前这个很多市长、很多总统候选人也是请假来参选这个其他这个职位，苏贞昌也做过吧，我记得。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应该倒也不是特别需要讨论，而是应该现在是总统大选很重要的一次选举，应该着重在这两方的这个候选人到底他们的国政想法是怎么样，怎么样把台湾带向更好的未来，这个才是重点。好，可以听到呢，其实民进党立委呢是大酸了，才当几天的市长呢，现在就急着忙着要来选总统。而此外呢，国民党立委则是护航，认为呢，其实现在选举该到了，就应该要来请假来做最后的冲刺。而此外呢，其实对于辩论仪式呢，双方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以上目前现场的最新情形，线下时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议员，继续赶快嘛是上新的画面，偏来关心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无要参选2020年总统大选，也不过和台北市长关问题的关系，赶快大家拢真关心，敢有可能会来做台湾民众党不分区的头一名？永宁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心如接受访问时有上新的回应。没有，我们现在没有收到这方面的邀请，也没有接到这方面的讯息，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说这郭宋会的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之前10月10号见面之后就没有再联系？没有联系，对，因为现在有部分区有传出说柯震宇那边有规划说郭董列第1名，柯文哲列34名，有这样的构想。我应该要说明一下哦，其实不分区名单原则上跟区域立委比较起来，比较没那么急了哦。那我们在不分区名单方面，其实现在跟民众党都还在协调，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名单出来。那之前也强调说，郭台铭先生他对于这个加入民众党成为不分区的第1名，并不是他人生规划的剧本之一，而且他现在无党一身轻，所以目前都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可是因为之前郭董这个传说，因为很晚才宣布不选，所以对柯有些亏欠，所以有主动提出说希望列在第8名或第10名来帮民众党冲阵党票。没有，我们这部分没有主动提出这方面的要求。那坦白讲，这个民众党不分区依照选罢法的规定，的确是要成为他的党员。那我们之前已经提过了，这对我们来讲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关卡。是不是能够克服这样的关卡，其实是我们目前为止比较主要的考量。那这样子，不分区名单有一些跟民众党重叠的部分。不分区还是区域？区域，这个我们当然之前也强调说，两党要合作，就是沟通协调，再沟通再协调。那原则上现在都还是处于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模式。那当然合作总会有需要磨合的地方。那原则上就像柯市长讲的，只要有95%以上合作是 OK 的。那基本上这2个这个部分，2个人的合作都算是往一个非常正常的方向在走。那不应该是要求说100%每个区域我们都是要礼让，或者是他要礼让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要求，这也太为难人家了。不排除有同时推人的。对，不排除。那原则上最后一定会有一个机制来协调出来。那当然是以11月22号的登记为主啦，看到时候最后是由谁出来登记。那这协调机制我们会再商量、再考虑，然后再沟通、再协调。我自己的部分其实跟郭信仪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等这个最后一声令下之后才会出嘛。那原则上我们也希望说，只要我们有为民服务的心，也希望大家为我们加油。但是这部分的确是还需要做整体规划跟考量啦。那时间点我们最后会压在也是登记日截止的时候。当然我们自己也本身希望说能够尽早能够决定，但整体战略的考量其实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也请大家给我们一些时间。国民党立委有些蛮多立委希望出来帮他们站台来凝聚支持，会排斥。其实郭台铭先生这个品牌，当然对于整个站台来讲，或者辅选来讲，真的是蛮大的加持跟助力，这一点我们相当肯定哦。
但原则上这一部分只要认同郭先生理念的人，我们之前也说过，不分蓝绿我们都不排斥的。所以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这方面的邀约，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提名审议小组会进行评估，在当地如果说这个倾向跟郭台铭先生能够连结，甚至于说能够支持郭台铭先生他的理念，我们都不排斥去帮他们站台。你的意思是说，民众党那个选区有推人，然后国民党有推人，这部分真的就还要再做评估啦。那原则上，必须要跟郭台铭先生有一些直接连结。那当然，我们希望的是说，未来这些立委能够在立法院能够推动我们的政策，那这部分会是我们最主要的考量。因为今天早上确定是当中的先生，然后外界解读有一些政治意味，好像会来像是刚才的助选的味道。那因为夫人张夫人不平跟郭董。因为本身就是有一些亲戚上的关系，然后大家感情也都非常的好哦，所以不会有较劲的味道。但原则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是为中华民国好的事情都愿意去做的。另外一个详细的现场，继续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下午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正式宣布今年代表台湾参巴 APEC 经济领袖会议的代表，也就是张忠谋。咱做回来看现场详细。今天呢，我要正式宣布，我们将再一次的邀请张忠谋创办人担任我国的领袖代表，代表我出席今年11月在智利举行的 APEC 经济领袖会议。张忠谋领袖代表去年参与 APEC 经济领袖会议，成果丰硕。那么张领袖代表不仅在公开的会议场合上向各国传达台湾对数位未来的理念，更在场边会晤中和伙伴国家的领导人针对如何加强双边的合作，充分的交换意见。APEC 是亚太地区推动经济整合的重要的平台，台湾是 APEC 的完整的成员。我们一向积极的参与 APEC 的各种对话机制，扩展我们对外经贸合作的机会。那么今年 APEC 的主题是连结人群，建构未来，包含数位社会、整合 4.0、妇女、中小企业、包容性成长以及永续成长4项优先的议题。今年再次委请张创办人担任领袖代表这个重任，因为他在国际产业界具有崇高的地位，同时对台湾的科技产业的发展也有独到的见解。张忠谋领袖代表是台湾和各国领袖针对区域经贸跟数位经济进行对话的最佳人选。那么今年我也有2项重要的任务要交付给张领袖代表以及所有的代表团的成员。首先，如何要透过新的数位科技强化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是区域内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因此，我给大家的第一个任务是请各位将我们在这几年致力推动数位社会及智慧国家的决心和成果，清楚地传达给所有的 APEC 的成员。同时，也就如何在数位时代加强跨国经济整合，提出台湾的看法。其次，建构数位社会，除了带动经济创新，更要实践经济赋权，缩小数位落差，这也是 APEC 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所以我给大家的第2个任务是将台湾推动包容性及永续成长的努力分享给所有的国际伙伴，共同推动亚太区域经济的包容性及永续成长。张领袖代表多年来在产业界累积丰富的经验，一定可以为数位时代的跨国经济整合提出最明确的指引，
同时也能。好，拄则咱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继续要来关心连假这几天，若是赛车经过苏花改、东澳磅空的民众，可能拢会注意到磅空内底广播已经无共款。本来广播是查某声，为车十起变做囡仔声，提醒民众都要特别注意赛车的安全，互大家会当斟酌听。负责管理的公路总局第4区永和工程处，几个礼拜前趁一个幼稚园的囡仔来参观的机会，请大班的囡仔来斗录，嘛希望会当互赛车的民众拢注意到，即马大部分的人拢是学乐无人嫌。东澳磅空内底广播常常出现囡仔的声音，引起驾驶的注意，斟酌听伊咧讲啥，因为过去经过遮听到的拢是这个声。各位用路人您好。为国庆连假第一天开始，东澳磅空提醒驾驶的广播，拢唔是以早听到的声，全部改做一个版本。现在车子很多，请不要离太远，不然后面会塞车。效果很好啊，我觉得小朋友的版本大家会比较有专注。小孩子的声音算是比较有点吸引力的，因为大人的声音可能比较常听吧。惊过去大人版的听了惯势啊，驾驶就较袂去注意甲听，所以公路总局第4区永和工程处想办法，头一届用囡仔版的磅空广播，东澳磅空全长超3.4公里，是目前苏花改上长的磅空。若是民众的反应真好，明年要通车的苏花改新磅空，卖继续用。跟他讲一些录音的事项，那就让小朋友就开始录了。顶个月23号，探幼稚园来参访的时阵，工程处邀请大班的囡仔录20-30个版本落来。心想事成，心想事成。一个排队来录音，头一届录音感觉真好听，不过有的录出来可能听甲无遐尔清楚。隧道广播，请行驶左侧主街道。考虑到一部分的囡仔讲话超龄呆，第4区永和工程处尾也选6个到10个较清楚的版本出来，希望会当提醒民众赛车要注意安全。祝你行车平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在地数字刚刚继续来看到马祖乱桥只是要出流浪，会当讲是有史以来头一届。白沙屯马祖最近绕境，结果乱桥强强入去到彰化分园的文德国小内底，搁再扛起一个出流浪的顶面，互信徒感觉足特别，拢徛伫咧出流浪的坎仔和乱桥做伙翕相。乱桥小桥困了后，搁真是出流浪为顶面出落来，嘛互在场的民众拢看甲嘴啊开。白沙屯马祖乱桥进入彰化分园文德国校啊，来到运动场，信徒敢讲马祖要出出啊！人员小心！结果真正无毋对，马祖乱桥真正爬到出出啊顶悬，然后钢桥的桥板真细腻，从桥来射向，互乱桥停伫咧出出啊顶悬，民众拢感觉真趣味。马祖要出出啊，真正是头一遍听到，信徒是又搁惊又搁欢喜，趁着乱桥停落来，特别徛起咧楼梯，欢喜来做伙翕相。刷落来是重头戏，准备要出出啊。正南合力行伫头前的拍饼将桥扛起来，伫边的负责抓好条，后壁搁对着人经典的一幕马祖乱桥出出啊。应该有溜有保佑吧？怎么说？想说他加持过。像来溜滑梯耍安尼嘛是讲为着要保庇着咱这学子，大家伫遮读册平安，啊，搁来遮佚佗的一寡较细汉的囡仔，大家拢会当较好游戏。分园乡山顶的文德国校啊，全学校的学生敢若有94个人，属于偏远的小学，是一间特色学校。苗栗通宵白沙屯马祖旧年7月分灵到南投市。今年利用国庆连假，自11日开始，连续3天到南投市内咧射景，经过分园，竟然射入去学校。当时学校内底有社区的片仔班咧上课，小朋友实在是真欢喜，信徒搁较欢喜，笑讲马祖娘娘嘛是真有孝女心。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互真侪人安尼笑眯眯，这是家己来版高丽菜一粒敢若10块银，因为大盘来收的介绍伤过价，婚姻可买到正财人咧人面册广告，新历11到13头尾3天下晡2点到6点，开放互民众家己来版高丽菜一粒敢若10块银，请真侪人咧国庆连假来版菜兼运动。时间一个到，民众摕刀啊、烙啊，直接落田来版高丽菜。今天弄几颗？2颗。一个人负责挽，一个人负责烙，轻轻松松就挽要规塑胶袋啊！
重点是这高丽菜拢真俗，一粒简单要10块银尔。专工来放的哦。系啊，啊就会好。一般恁若去菜市仔买安尼一粒草爱偌济？细粒应该蛮差不多爱100块吧。民众一个晚就是10几粒，通好摕转去送亲戚朋友。啊，若这高丽菜，因为顶盘收的这个价数实在伤低。一人20公斤装的，简单收100块尔。农民采收都无够成本，安尼才会选伫国庆这3天连假开放，互民众家己来买。对啊，加减赚一寡，再补一寡，啊嘛是无够啊，啊个猛停安尼。农民感觉真无奈，1分半的这个高丽菜田成本都要45000，若是开放互民众来买，嘛会当回收10000多块。因为林记高丽菜啊，对对。啊，但是即马数量拢有超重安尼。农民来到农会，想要申请种高丽菜，随去互人挡落来，因为造成菜价落价的原因，除了种伤济，也佫有天气。再看天气，才可能会价格上会佫继续失败。即马节气来到寒露，气温煞降袂落来，规台湾的高丽菜规个做伙出来，超出市场的这个需要，安尼才会致使价数崩盘。农会除了掌控这个菜叶类的栽种面积，望讲天气会当较落冷一下，安尼才袂互农民的辛苦拢开始豆油去。记者综合报道。5号四海大代志，继续来看到，本来欢欢喜喜去佚佗，煞期末之过拢有够歹。这是挪威这只车花游船，新历9月27为英国出发，按算14天内要游冰岛、挪威这北欧国家。无意外，因为天气无好，船无度靠岸，船顶拢总2000外游客掉入咧海面，头尾3天，便所无度冲水，食物件嘛拢已经歹去，游客气卡掉卡断地，要求船公司都要退钱。游客真生气，足急伫咧游轮大厅举牌啊画口号，因爱游轮公司来退钱赔偿，因为互困伫海上3天啊，不但便所袂当冲水，食的物件嘛已经变质歹去啊。游轮顶四架拢是真歹闻的臭味，加点一秒拢是受罪。Terrible, and we're exhausted. It was disappointing. We're exhausted from all this. They sold us an unforgettable cruise. I will not forget that cruise, trust me. 挪威这只游轮9月底对英国南安普顿出发，预算会来听我欧洲5个国家，想袂到拄到飓风，陆轮组咧扰乱，行程全部互拍乱去。The 14-day cruise missed its first 2 ports of Le Havre and Amsterdam, remaining at sea. 2 extra stops were added in Norway, but the ship missed out Iceland altogether, and an attempt to visit Greenock was abandoned. The original itinerary resumed, with final calls to Belfast and Dublin. 游客真生气，来找邮轮公司理论，业者解说，当时海面上的海象真无好，为着要保障游客安全，不得已来改变行程。虽然未当专业来退钱，但会提供拍折的优待券来表示歹势。好佳在某游客表示会当来理解。Why didn't they step out on the deck in the morning to see just how awful it was out? And the captain made the wise decision. 事实上，这座行程的费用是真悬，一个人要5300英镑，相当是台票203000块。游客原本想要开大钱来享受，无奈煞拄着歹天气，就算搁较安全，唔甘愿，恐惊嘛，只会当偏啊懵咧，家己认衰。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有钱打金狮，有钱就会当使圣地，送给大家半空中落来礼物。这是俄罗斯这个财产差不多400亿台票的好野人参加一场论坛，要来分享伊成功的秘诀。伊讲到伊老爸当年送给伊1块银的美金来创业，反鼓伊若大赚钱了，爱记咧回报社会。演讲到尾声，伊讲要送演讲费的1/10，也就是2万块的美金，差不多台票60万，要给大家。随试一个开关，半空中就压2万张1块银的美金落来，互大家的观众大家小钱要摕，笑讲有食够掠。哇，真正是天顶链钱落来，大家看的观众欢喜扣到要起讲去。有人扣规步地，大家是安尼欢喜甲喙笑目笑。也若这个遮大方咧野钱的财神爷，就是台下顶这个尻川斗病俄罗斯的好野人里巴科夫。Я передаю его тебе. Держи. 里巴科夫进前参加圣彼得堡一场经济论坛，而且伫会中来发表演讲，讲出伊成功的秘诀。
伊表示讲，苏当年因老爸简单予1块美金来创业拼天下，予1块来钱加千亿万块。因老爸佫交代伊讲，若是发财了后，都要会记你来回馈社会。这个老爸话，伊拢有家记伫个心肝头。Свой поступок Игорь Рыбаков объяснил журналистам. По его словам, это инвестиция в будуще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которые слушали его лекцию. 这场演讲到尾的时阵，伊决定要送出伊的演讲费的7/10，话一个讲煞开关甲饲落去，现场就落2万张的1块的美金。今年47岁的李巴科夫，伊的身价有达到13亿的美金，差不多是台票400亿。伊的事业这么成功，毋若真大方来发这个发财金。伊真早伫个2015年，过来设立创业基金，鼓励少年人都要认真打拼来创业。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继续要来关心健康的话题。疾管署特别提醒时代，讲每张困肺炎7成的病患拢有抗药性，提醒时代都要特别注意。怎么样，肥妹？太危险！他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2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10月14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大家文千万字，大家要甲大家做伙来拜一日。今仔日要来甲大家小解一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铁，这个铁就有开开、天开的意思，像讲甲雨伞铁开。另外，目睭、铁和金拢是用这日，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头一个就是铁开，这个意思就是开开。啊，那第2个词铁金就是白和金。一般咱较常听到就是目睭、铁和金，咱用一句话来记咧，甲这2个词夹做伙。譬如讲，来到这个观光所在，规定一定爱戴安全帽，搁爱穿安全反光架。你着目睭铁和金看个清楚，赶紧甲反光架铁开，穿好好势。今日小解这一日铁提供互大家来参考。继续要带大家来关心时代同款嘛是爱目睭铁和金，这是咱看到眉周菌的问题。小儿科医生发觉讲，用来治疗的红霉素，有7成的病人拢有抗药性，提醒时代一定要注意。还好，喉咙不肿。囡仔身体无拄好，家长实在真烦恼，紧甲带来小儿科互医生看。秋天是麦将菌肺炎真会发生的季节。根据医学中心临床医生的观察，今年收治病患的数量已经超过去年的2倍，甚至还有病院的个案出现迄个真严重的肺积水，这个会反起反倒咧发烧。就要带院来治疗3礼拜才会好势。跟普通的肺炎治疗不同的，就是要把这个肺的水引流出来，不然这个小朋友就会呼吸急促，非常的不舒服，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医师表示讲，较严重的感染，例如甲肺积水，像这款状况其实是无济，莫像菌肺炎，一般会因为这个拍卡像喷烂，甲流鼻膏这的伤烂物，若是有去目到，就会去互划到。这较会发生伫个5岁至15岁的年岁，患者大部分拢出现伫个春夏交接甲秋天。伊的病情包含有这个呼吸道的感染，扫真久拢袂好，还佫有有痰、发烧甲真悬拢袂退热。这款的症头甲合作会行路的肺炎，伫个今年佫发现着讲，主要用来治疗的这个红霉素。
有70%的患者拢有抗药性。如果红霉素没有效果的话，会换其他的抗生素，比如说4环霉素啊之类的，是有别的药物可以使用。疾管署嘛提醒医生讲，假使若是使用抗生素来治疗，都要注意这个抗药性，会当考虑用其他药物来代替。另外，今年公费的流感疫苗，延后到11月15才开始来做预防射。疾管署估计讲，寒天这个高峰期可能会出现伫过年了后，安尼比逐一年有较晚。也若做预防射的时程，袂去影响到群体的保护力。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后，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唔免出国到泰国，来咱台湾就会当食到泰国一个小吃金蕉煎饼。怎么样，肥妹？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10月14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同款要带大家来食无共的手路料理，来看这间金蕉煎饼专卖店的故事。这是为饶河街夜市摆摊位开始卖起，头家陈文杰卖泰国式路边摊的小吃金蕉煎饼。伊讲当初就是因为去泰国佚佗，无意中介意到这个滋味，登来到台湾了嘛想要来卖，无看到有人伫咧卖，伊就决定要家己创业开店。来看伊的故事。甲布甲汤羹的饼皮铺伫铁板顶的，刷落来，甲一支金蕉切切的，再搁甲包起来，下一寡橄榄油加巴达来煎，煎甲起叉叫，真紧就片得着香味。伊伫冰面甲饼皮煎甲酥酥脆脆，安尼泰国金蕉煎饼才会好食。今天是吃巧克力、炼乳跟蜂蜜一起综合的，然后在外面比较少吃到这种口感的，然后就是加上它饼皮比较脆，就是让这些甜度比较能综合那些口感。泰国传统的金蕉煎饼口感要好，唔若爱现点现做，做这个饼皮嘛是一门学问。中筋面粉加固定比例牛奶做成面册，用手慢慢啊甲底和平，刷落来这步更加是重点。要均匀，对我们来讲，它因为可以拉到很薄，所以可能尽量让它不要厚薄不一。完全拢无餐饮业的经验，伫拄创业的时阵，饼皮一直拢真无稳定，敢若会当哪做哪学，偷偷啊掠着美甲，嘛发现金蕉有够粉末是影响口味的重点。我们可能会挑大概7、8分熟的，不太会让它过熟。过熟虽然比较香，可是不适合做料理。坚持逐工拢买上青的金蕉，做出来金蕉煎饼口感才是上完美的。这样就好了，2份饼1杯饮料，这样总共195带走。会当像安尼招好人客，但文杰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适应的，因为伫10年前，伊是一间银行的主管，想要到去泰国耍一撮回来了后，就去杀到当地点心，决定要创业。我想说回来找这个在泰国的味道，就发现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泰式餐厅在做这样子的料理。那我就想说，自己想去学学看，有没有可能自己学着，除了自己喜欢吃，也可以分享给别人。其实他也到一个还不错的职位了，对，所以那时候听到他要离开这个职位，然后要去创业，我觉得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啊。为着梦想飞去泰国学西啊，头尾拢总去10外届，解决语言未通的问题。真无简单，才甲功夫学过手，等来台湾伫夜市摆摊，结果佮着答。
其实有一种不服输的概念呢，就是说，如果我都要试了这件事情，都愿意做了这件事情，是不是要让他要到有一个程度以后，而不是说可能试了开头就放弃这样子。为伫夜市摆搭到即马有店面生意嘛真稳定，但文杰讲靠手工做金蕉煎饼会当受到人客肯定，就是伊达成梦想了后上大的成就。记者综合报道。怎么样？美不美？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10月14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活有序列的。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呼叫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拍台视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2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和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AM 8点，优丽花歌剧忠孝节义。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盗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胜者到底是谁？今年您绝不容错过的超夯神剧就在台视频道。每周5晚间10点，双线故事一起追。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阴暗8点到10点，台视杨丽花歌戏忠孝节义。你可以帮我探听一下你堂哥的口风吗？我想知道警方目前追踪 Andrew 的进度。确定是安德烈吗？你现在是在威胁我吗？我只想搞清楚哥真正的死因是什么。我那么喜欢你，一下。我告诉你，到最后，你还是斗不过你叔叔的。每周5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
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怎么样，来不来？太危险！它是干柴呢，你确定你们两个不会烈火吗？绝对不会。看球。我这样会被球打吧？打完了。要不要当我女朋友？每周6日晚间7点，人际关系事务所。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打开了窗户，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10月14日起，每周1至周5晚间10点，花甲男孩转大人。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西兰山国有区内的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胡椒曼尼机器人，你那边怎样？收到，我这边 OK。快上 TTV 爱虾米，一起玩你与我的 OK 蹦，周周抽木匠兄妹曼尼机器人存钱筒哦。每周5晚间10点，台视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得奖作品是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文创新势力从家乡出发，获颁文创产业新闻报道奖。优等奖台湾电视台。爱你不需要血缘，获颁社会光明面新闻报道奖。每个礼拜天带您寻找台湾感动力。拍台视忠孝节义抽好书活动，9月24号礼拜2起到10月17号为止，拍下你和台视忠孝节义电视画面照片，把照片上传到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本活动贴文，就有机会把杨丽花忠孝节义好书带回家。详情请上我是杨丽花 FB 粉丝团。AM 8点优丽花歌剧忠孝节义。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本周5起一次播出双线故事。台湾银行到领案真凶追，新加坡寄生上流，豪门血泪最终。新闻上尾要来欣赏福寿山一个武陵农场，国庆连假这几天，规个饭仔桥拢已经翻红变做红记记，一直到10月中的下半个月拢欣赏会到。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义中，祝大家平安健康。怎么样，来不来？太危险！它是干